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繼續揀幾場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6月21號禮拜日，沙田11場賽事，4點鐘開跑。首先係第一場4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係正常嘅。1號、3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、14號可以劃咗佢先。4號嘅大成相同埋12號嘅凱旋王者呢就有缺貨嘅，呢場就揀咗7號智力之城、8號將澳、5號極速神影同埋2號嘅盈智多寶。接住落嚟第二場5班14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會偏慢嘅，咁就唔要1號、3號、5號、6號、10號、14號，留意翻11號嘅快樂老窩呢就有缺貨嘅。比較中意9號東方寶寶、8號巴閉佬、2號信善寶同埋13號嘅添喜運。然後就係第三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3號、4號、6號、7號、8號、11號、12號劃咗佢，留意翻4、6、7、12 4隻都有缺貨嘅。心水就揀咗13號元好運、1號包裝名將、2號博愛先鋒同埋10號嘅快樂共濟。接住落嚟第四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慢嘅。1號、4號、5號、6號、10號、13號、14號全部唔要，留意翻4號、5號、7號、10號4隻都有缺貨嘅。呢場比較中意2號嘅超和平、3號女神、11號馬鳳凰同埋7號嘅熱氣球。然後就係第五場4班16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5號、6號、7號、8號、9號、11號、13號、14號劃晒佢，心水就揀咗12號嘅好運連、1號百千財星、2號心心星同埋10號嘅家傳之寶。5場賽事都分享過，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到咩馬，就歡迎加入我群組，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